来到教会，甲网络顶面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按真爱的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所仰望的已经有神灵，打着坚固即个神灵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搁着大家三管顾来记起仁爱甲行好，毋通放杀恁的聚会，亲像有人惯是安尼，就是着三款免。既然看见迄日君，搁较着安尼，咱三个来吟信诗第38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叫伊命令地着受
咱求恩倚咧，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你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若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离着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流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刻印，今仔日要刻印的是刻印文58篇，也是罗马书第8章。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告我。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特别刣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这些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三工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阮满心感谢你，赐予阮过去所经历的每一日。阮为着家己每一个角色，拢尽力地拍拼，将阮的经验、才能用心来做计划甲安排，望会当成做世间人的好模范来荣耀主。也感谢主奇妙的带领，互阮的日常也充满了变化。虽然有时会出现恶担当的事，煞互阮有机会会当体会主伫阮身边所安排及时的帮衬，更加伫过程中认捌家己的无完全，家己的软弱敢袂堪得。阮犹原无法度避免真实的冲击，甲疼心无够的回应。伫研究中，若是有无说入去得失着人，求主亲自安慰悲伤的人，互阮会当学习着弃晒家己做主的习惯，确实尊主最大。祈求天父会当互你的囝儿在疫情中，无论是透过网络，还是实体的礼拜，都会当的确跟对主的脚步，互团体的聚会，你会当恢复时，会当享受彼此自治相听的美好。主啊，感谢你透过每一日你尽忠的劳碌带领的灵修，会当互阮领受到天顶的恩典。
愿主会当加添气力伫当工的身躯顶，互所有的服侍拢会当哪服侍哪甘甜。也主祈求伊伫受着身体拖磨的兄弟姊妹，愿主会当医治身体病痛，互因家爸会当感受到喜乐的心。伫煞食中牧师的分享中，会当得到满满的力量，重新会当得到气力，心灵会当得到饱足，活力也指未来的日子。一切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请信歌队，因为风台的关系，咱今仔日的信息改变做主祷文。感谢圣歌队俄罗斯的声。今仔日要共读的圣经是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因为阮伫信，阮伫行是对信，毋是对所看。讲到今仔日要邀请的是本堂的张牧师，伊要分享的信息是保罗的信心。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希望外口风大雨大，
但是阮对你刻薄的心，自有缘是遐尼火热。主，阮恳求你，伫今仔日，搁再照着你的话语，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愿你的神运行伫阮的心内，互阮看到保罗的信心，来成做阮的典范。互阮伫人生的路途当中，就虽然有济的困难，因为阮要对你来领受即个信心，互阮能看到即个永远的即个荣耀。主，阮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是保罗的信心。伫2006年的时阵，有一位失去双脚的一个运动员来爬上即个世界上悬的即个圣母峰吼。即个运动员伊是一个纽西兰的一个运动员，伊叫马克英格里斯。这马克英格里斯是第一个一个身障人士爬上即个圣母峰这英格里斯想来会失去伊的双脚，因为伊伫即个23岁的时阵伊当时甲伊的同伴去爬因即个纽西兰上悬叫做库克山的时阵呢，拄着即个暴风雪，伫山顶关14天，因为非常的寒，所以冻伤伊的即个骹啦所以当伊得救的时阵，即个骹拢已经坏死啊所以必须爱甲锯掉。毋过失去双脚的即个英格里斯，伊并无放弃伊所爱的即个爬山的即个运动。然后过几年了伊搁再一遍来征服当时互伊受伤的迄个库克山。当伊来爬上即个库克山的上悬的迄个山顶的时阵，哇！伊伫遐看到迄个景色，伫当阵伊就想要来征服世界上悬的即个悬山圣母峰的即个念头。经过一年的即个训练，等于47岁，伊终于成功了。伊带着伊即个金属做的即个义肢，然后呢一步一步爬上即个圣母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咱双脚健全的人，有当时要爬山拢爬袂起伊是一个残废、失去双脚的人，竟然能爬上即个世界第一的悬山。伫即个马克英格里斯23岁失去双脚，我想伊的内心应该对爬山即个活动应该是充满着惊吓。毋过呢，咱看到伊并无互伊心内即个惊吓来阻挡伊继续来追求伊的理想，继续来追求伊的目标。所以伫23岁到47岁中间，我相信伫即个马克的即个心内，伊必须来调息来克服伊的即个惊吓啦。所以伊才有办法，搁再一遍来爬上即个世界第一的悬山圣母峰。所以呢，伊伫即个攀登外口看起来是遐尼陡峭的悬山的进程，伊必须来克服伊内心迄个惊吓的即个悬山。所以要爬山进前，目睭看会到的是即个山是遐尼大，毋过心内的迄个惊吓，心内迄个无信心，若比即个悬山搁较大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去。所以伊必须来克服内心迄个惊吓的高山。这礼拜咱教会的灵修密想的进度来到哥林多后书我今日这个经文是过来这礼拜咱要读的。哥林多后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卷册，伊
被称作是保罗个人的即个传记啦、自传啦吼。所以你若要了解保罗的一生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哦，你一定爱读即个哥林多的后书。今仔日我要对哥林多后书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保罗的信心。咱要对即个哥林多后书来看，保罗怎样参像即个运动家即个马克一样哦，会用来即个搬过伊生命当中济即个信心的一个脱崖，会用来爬上伊信心的即个上悬的所在。对保罗来讲，这条山是遐尼大，不过保罗信心的起点是啥？保罗信心的起点，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因为咱在行是对神，毋是对啥？对所看，是凭着信心，毋是凭着咱目睭所看的。所以对保罗来讲，无管伊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伊心内迄个信心的迄个目睭，总是会用来帮助伊来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上帝。伊袂互即个咱伊的目睭所看的即个即个困难，来甲伊压砍伊信心的目睭啊，直到伊无法度来看到上帝。这就是凭信心，无凭着伊目睭所看。咱看到保罗伊咧爬这个信心的关山的时阵，毋是安那亲像咧坐电梯啊，直接起来就去你甲上悬迄个所在，毋是安尼。保罗要爬就这个信心的这个关山呢，伊必须来经过济的阻碍，济的脱崖。伊才有办法来爬就这个关山。我今仔日要对3点来甲大家分享，来看保罗的信心是安怎一日比一日更较坚强。我要对这个绝望、对死亡甲这个妖异这3个脱崖来看保罗的信心。当伊爬就这个关山的时阵，伊讲啥？伊讲哦。因为阮捌领久轻的艰苦，伊认为讲这个爬山来克服这个绝望、死亡甲这个妖异，这是安那轻的艰苦啦。是为着啥？上帝要互我极重无比迄个永远的荣耀。伊伫这个关山的这个山顶的时阵，伊看到啥？是看到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个保罗信心的目睭。带领伊看到上帝所收拾的伊到底是啥？今日我要对这3点，大先咱来看，咱必须第一个搬过这个绝望。第一个脱崖就是绝望。保罗安怎来这个克服伊这个绝望？哥林多后书第1章的第8节，伊讲啥？兄弟啊，论到阮伫亚细亚所拄着的患难，阮毋爱恁毋知，是受压受压太重，力不能伸啊，连我也无望啊。保罗讲啥？伊伫亚细亚所拄着的代志，连活命的望拢无去啊。到底伊伫亚细亚拄着啥物代志？这亚细亚这个。拄到的代志是保罗伫第3摆即个海外宣教的旅程当中，伊到即个以弗所即个所在，伊甲上帝甲伊3个弟弟，伊行出真侪新约奇事，真侪人信耶稣，福音大来即个啥兴旺，真侪即个行迄个邪术的即个册，拢甲烧掉。用今日的经营来看，都是保罗行到迄个梁山寺。伫遐传福音，足侪人信主，反悔信主，然后呢，即个梁山寺边咧卖香的，咧卖金纸的，咧卖遮的算命的，遮的所有的店，拢无成立，所以引起规个城的大暴动啦。所以伫即个《使徒行传》19章的29节甲30节讲啥？通城扰乱，已经掠保罗甲伊3甲做伙的遮的同伴，加油甲阿里达就当心入即个险。保罗去佫想要入去，
来见遮的百姓，毋过伊的下生啊啦不准。保罗面对即个规城的暴动啊啦，拢想要掠伊，拢想要甲安啦，甲杀死的时阵，伊真诶是感受到即个危险性，迄个压力真大，毋是伊的气力所用来克服的，甚至连活命的即个望拢已经无。面对即个绝望的情形，保罗啊啦有两个克服即个绝望的一个秘诀。第一个是啥？改换信靠的对象，转换信靠的对象。第1章第9节，伊讲：阮家己心内也暗算为死，要互阮无倚靠家己，独倚靠互死人搁活的上帝啦。咱知咱每一个人拢足爱靠家己的，咱若有才调来家己解决问题的时阵，咱袂去祈祷，咱袂去求上帝，咱一定爱安那，互代志逼到一个安那，压力实在足大的，若毋是我开来用来做的时阵，咱才安那，才开始学会晓来求上帝，来倚靠迄个叫死人搁活的上帝。有一句话讲啥？讲靠山山倒，靠人人走。咱的上帝会走无？袂走啦，咱上帝嘛袂倒啦。咱的上帝是安那，互死人搁再过活的上帝。所以保罗伫遮来转换伊信靠的对象，对靠家己，伊讲啥？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对这个靠家己来变成靠上帝啦。伊先来有这个转变，因为伊有一个确信，就是第10节所讲的，伊已经救阮脱离遐尼济的死亡，上帝已经救阮遐尼脱离遐尼大的死亡，搁要救阮，阮也毋望伊要救阮。再一个讲啥？保罗讲的这段话，就是讲我过去我所倚靠的上帝，伊安那，伊已经拯救我来脱离遐尼大的死亡啦，这个经验会来强化我即阵对上帝的信心。我知伊过去安怎来带领我，来拯救我，即阵甲未来伊也共款要来安尼来带我来经过，要安尼来克服我这个绝望。所以我对上帝永远有毋望。我讲咱基督徒爱定定安那算小上帝的恩典啦，因为当咱咧算小上帝恩典的时阵，咱会回想上帝你过去是安怎来拯救我，你过去是安怎来恩待我，所以这个当咱咧算小上帝恩典的时阵，咱就不断来回想，不断来感谢，伊会强化咱即阵面对目前咱的这个绝望。咱会阁得到面对未来挑战的一个毋望，所以基督徒爱记哩，常常算小上帝的恩啦，常常感谢上帝。你若感谢的时阵，若回想上帝对你的恩，你就哪有气力？千万毋通一直来埋怨。当咱埋怨的时阵，咱会看到上帝啥物拢无咱，咱会甲上帝所予咱的这个气力。互咱的恩典，拢对咱生命能量、对咱的印象内底拢来赶出，互咱哪来哪无困难。第二个秘诀就是祈求祈祷的帮助。11节伊讲啥？伊讲恁也用祈祷来帮助阮，要互一个人因为阮来感谢，就是为着阮对一个人祈祷所得到的恩。咱知保罗安那是真有恩赐。真有才调、真有气力的一个使徒，伊做真济新约，伊行真济技术，毋过搁较大的这个使徒，拢需要兄弟姊妹来为着因来祈祷，用祈祷来帮助咱。将来无一个人无需要别人祈祷的帮助，所以。互咱会用定定来为着别人来祈祷。当咱若困难的时阵，咱毋通歹势开喙，你来替我祈祷。咱勇敢来开喙，因为当咱开喙的时阵，别人替咱祈祷的时阵，咱要同齐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气力，
摩西是上具有上伟大的一个先知，毋过伊咧带领即个兵咧甲亚玛力人咧相战的时阵，伊伫山顶咧祈祷，约书亚遐人伫山骹咧相战。伊啥物时阵甲手放落来，山骹就战败，就死去。毋过伊咧举手咧祈祷的时阵，手会酸无？会酸啊！所以伊的两边需要阿伦甲何尼来甲伊甲斗挺迄个手，互伊的手用个继续来举起来，互伊的战争用一直来维持即个太阳。所以连摩西拢需要阿伦甲何尼的帮助，耶稣是上无需要别人帮助的。毋过伊伫克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阵，伊伊找3个伊的学生来甲伊三甲警醒来祈祷啦。所以咱看到遮个人拢会组成一个祷告小组有无？所以咱伫遮，咱要克服咱即个绝望，咱爱有祈祷、祈求祈祷的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要搬过死亡。哥林多后书11章的23节，伊讲啥？保罗甲你讲，我着磨腰较济，关落甲也较济，受怕甲袂算得，一摆险啊死，一摆险啊死。意思就是讲，保罗的性命常常必须来面对死亡。26节，伊安怎讲？常常咧路拄着江河的危险即个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潜来的危险、旷野的危险，一世界拢危险。我讲保罗迄生坐咧嘛危险，倒咧嘛危险，食饭嘛危险。咱看到伊的一生拢是危险，保罗一世界拢危险，随时拢有可能失去伊的性命。伊要安怎来克服伊即个死亡的即个脱解？第一个，咱看到保罗根本就毋惊死，伊无惊死亡，伊有一个伊的生命底有一个勇气。保罗毋惊死，伊讲伊讲伫即个第4章的第10节甲11节，伊讲我身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活会显明伫我的身躯面顶，因为阮遮个活地豆为着耶稣来交托死，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为死的肉体。这2节的经章真好了解，真抽象这咧看的时阵，到底保罗在讲什么？连咪我会小可解释一下保罗面对死亡的时阵，威胁的时阵，伊讲我已经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啥？要付十字架，迄个为着拯救人的即个死的决心。保罗讲伊的身躯，伊的心就嘛带着耶稣即个付十字架的即个死。伊伫罗斯德犹太人伫使徒行传14章的19节甲20节，咱来看这段有一寡犹太人来对安提阿对以哥念来教唆众人用石头来钉保罗，拍算伊已经死，就拖伊出城外，但是学生为伊就起来入城啦。这是伊伫即个罗斯德所拄着的。犹太人教唆即个众人来对即个保罗钉石头，钉到了。人掠讲伊已经死，甲拖去一个城外。保罗起来了后，我讲保罗是毋是叫石头牵到头壳歹去？正常人会阁行入去城内，个城内无？袂啦，你着伫城内去用结石头，结到拢要死去啊！伊起来了后，阁往即个城内来走。你用石头甲我拍无死我入去甲你惊死。真诶呢？有当时咱看到咱愈毋惊死，咱愈袂死，就愈袂遐快死，愈惊死，等到愈紧死。所以保罗现在是一个毋惊死的人，伊随时拢为着耶稣基督要来死。特别伫上帝交托伊的使命也未完成的时阵，我相信保罗无遐尼紧就转去天家啦。所以保罗已经超越掉这个死亡，伊根本都毋惊死，因为佫较有重要的就是伊知影伊死了后伊要去倒位。第5章第8节伊讲，安尼阮好胆，也佫较欢喜离开身躯，我等到较爱死了，因为死了后我甲上帝三甲伫地。
所以这个保罗完全对死无惊吓。第二，显明这个国外的大溃烂。咱头拄读的这2节经文，11节甲12节，因为阮家的活地道道为着耶稣来交付的死。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和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为死的肉体。这句话咧讲啥？这句话咧讲啥？保罗的意思讲，若是我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和耶稣活的身肉，就会显明伫我的身躯中。亲像他在迄个伫罗斯的迄个保罗伫城内，互人用石头钉死迄个例来讲，保罗是一个肉体的身躯，伊会死无？伊会死啊！石头钉上的人甲拖出去。毋过拖出去了后，上帝迄个迄个活是啥物活？个活的迄个溃烂，但是讲迄个叫石头讲到要死的情形。毋过耶稣基督迄个个活的身肉伫伊的心就佫显明出来，互伊无死啦。这句话是安尼大概是用这个例来讲可能会较清楚。所以保罗无死。伊经历到迄个国外的身价，伊阁行入去城内，这叫信主的人伫伊心上来反映耶稣基督国外的一个身价。阁来，耶稣的话也会发生伫也未信主的人的心上。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句话嘛是足歹了解，安尼就死的力在行伫阮。活的力在行伫恁啦，我用一个例来讲，司提反，互人用石头来钉死。司提反甲保罗无共，司提反真诶死，保罗无死。司提反呢用石头来钉死即个代志，咱用看到耶稣基督的即个活命发动伫倒位？伫保罗的身上。当时叫做扫罗，所以咱看到耶稣基督即个扫罗当司提反咧用石头钉死的时阵，伊伫倒位？伊伫边仔看，伊咧顾司提反的衫。所以我相信司提反最后要死之前讲的话，伊拢听到。第一句话是啥？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第二句话讲，主啊，毋通将这的罪归伫用石头钉死我的人。我想这话，不扫罗拢已经听。死的力在行伫司提反，司提反已经死，毋过借着司提反的死，即个活的力在行伫扫罗啦，行伫后摆叫做保罗的身上，互保罗得到救，互保罗得到福音。就是伫即个内底，咱看到扫罗后摆变做保罗，来成做基督教历史内底非常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一部电影叫做《钢铁英雄》今日风台天下晡啦无所在哪去，用来看这出电影。这是一个作战的一个电影，一个战争。这个主角因为伊宗教信仰，伊是基督教徒，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呢，伊拒绝摕任何的武器上战场。小战的时阵无摕任何的武器，因为安尼呢，伊几啊摆去咧训练的时阵，去伊的即个同伴来踢笑，来甲霸凌，连伊的顶丝拢来甲刁难。伊讲我来是为着要救人，毋是要来杀人。然后呢，这样代志一直搁到即个军事的法庭内底，到尾无法度，讲好啦，无你真清你就因为你宗教信仰的关系，你莫举即个武器来上即个战场。伊就做一个啥医护兵，然后呢，这个背景是美军甲这个日本兵伫这个Okinawa迄个所在，有一个叫做钢锯岭，钢锯岭就这个山岭的面顶。伊伫遐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战争这个日本兵呢，伫面顶，这个美军呢必须伫山骹来这个山顶来
进攻，这是一个佯攻吼。所以这美军的死伤哦非常的惨重啊。最后呢，这个美军呢下令讲，全部的美军拢撤退。这个主将呢，本来伊嘛是要爬落这个山岭，就甲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军来撤退。毋过伊咧这个时阵，伊就听到讲后壁这个后壁，拢是伊所有的同伴，真侪人受重伤，伫遐来害惨，非常的这个悲伤。伊就安那看到这，伊就佮冲入去来救遮的美军，救伊的同伴。一天一暝，安尼一直救，总共救75个出来。一个人的救75个，伊讲救到拢无力啦，救到拢无力。毋过当伊要搁听到迄个声的时阵，伊看到佫有人活的时阵，伊甲上帝跪落来，甲上帝讲：主啊，搁互我救一个就好。伊就搁入去，搁救一个出来，然后用锁甲即个伊的美军甲安那伊的同伴来甲送来即个山骹，救一个了后，哇，无力啊，搁安那搁跪落来，甲上帝讲：上帝啊，搁互我加救一个人。伊就安尼一直来，救75个人，你能想象无？一个人倒有遐尼大的气力，救75个人呢，迄人真大呢。哦，伊咧用锁放落伊美军的时阵咧，锁甲伊的即个手拢磨甲流血，真感动的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互我受到啥？这个会死的这个主角，伊是一个肉体的身躯，毋过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迄个国外的大气力，伫伊的心上，互伊安那有迄个救人的这个气力甲稳定啦。这个是一个神迹啦。所以当人咧访问这个主角的时阵，人就咧访问讲：这是毋这个电影吼故意安那较碰风、较放大？伊讲无，这出电影毋是安尼。有足大的新热颠倒无伫这个电影内底甲拍出来，无演出来。所以这个主角讲，伊咧拯救遮的这个美军的时阵，安那充满着上帝的新热伫伊的心中。照着伊的毋惊死，互足侪美军来得到救啦。所以这两节的圣经，互我想象着保罗的一生哦，毋惊死，都亲像这个阿兵哥共款，这主角共款，都是为着要加救一条的灵魂，加传一个人福音，互一个人搁得救。这是保罗伊的安那已经搬过伊的死亡。所以咱看到保罗是安那，伊安那活地的时阵，安那伊就看到伊的心上有耶稣基督国外的性命来显现出来。伊死的时阵，照着伊的死，会用互更较侪人来得到耶稣基督国外的性命。或是生，或是死，拢有利益。所以保罗的一生都是安尼，伊惊死无？毋惊死啊！生有意义，死更有意义，更好。再来搬过这个谣言，三个这个读界内底上歹克服的，就是谣言。信心的伟人嘛，有谣言的时阵，约伯是在敬畏上帝、远离歹代志的一个义人。毋过有一个谣言，为什么好人爱受苦？敬畏上帝的义人，为什么爱受苦难？为什么伊爱伫一暝中间，伊失去伊全部的这个财产伊的健康甲伊遮的囝妻？亚伯拉罕嘛有谣言，为什么上帝一100岁时阵，互伊一个以撒，然后呢，上帝搁要安那，搁爱伊，甲以撒抬死伫这个祭坛面顶来欠落上帝？这是毋是真大的谣言？摩西有谣言无？有啊。摩西一生忠心服侍上帝，敢有一样代志无做好？迄个代志是啥？上帝来吩咐摩西安那，吩咐这个吩咐这个石盘来出水。毋过安那，迄当阵喺边啊，这个以色列人伫边啊，一直吵，一直来埋怨，火大，摕迄个伊的这个拐啊，就对迄个石头甲
甲讲话。上帝来讲，你爱吩咐，毋是用讲的。甲这样代志尔，小小的错误尔。上帝讲啥？你袂使进入这个所应允的迦南地。我讲摩西一生足用的，吼，经过120年，安尼为上帝尽忠，结果为着这样代志，为着以色列百姓，伊无法度来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咱看到这的信息的伟人，拢有安那摇移的时阵，摇移都互安那看袂着头前的路。咱开始对上帝来安那来怀疑。保罗伫遮提出2个秘诀，第一个就是当咱的这个祈祷无互上帝应允的时阵，12章第70甲第80，伊讲，所以互我肉体内有安那有刺，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免得我过头自高。为着安尼，我几摆来求上帝，3摆来求上帝。互迄个刺来离开我，保罗迄支刺祈祷3摆离开上帝，上帝有甲伊摕走无？无啦。哦，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安那了解一个事实，咱必须承认上帝并无应允咱每一个祈祷。咱若有安尼即个认知的时阵呢，咱就袂常常对上帝来生气。甚至伟人嘛会生气呢。约伯啊啦，伊受苦一段时间了后，伊非常的生气。伊甲上帝讲啥？我去东边的时阵，你无伫遐；我伫西边的时候嘛找无你；我去北边的时候，你眯起来，我完全看袂到你。上帝，你出来，你甲我讲，我一定要找到你，你甲我面对面，你甲我解说。所以咱看到约伯对上帝大大的生气啊！咱诗篇的作者嘛是共款，有当时伊会甲上帝生气，伊讲啥？人已经笑我讲你的上帝伫倒位，互我每一工用安尼目屎来洗面。这个诗篇的作者拢甲写伫诗篇内底，所以咱基督徒应对上帝生气无？会使啦，毋过毋好伤久啦，毋好伤久啦。哦，即句话，咱会经过即个流泪谷，毋过咱毋通住伫流泪谷内底。爱记哩，咱若住伫流泪谷内底。咱就为着上帝无应允咱祈祷，咱就伫遐来跋倒，咱的信仰就无去啊。所以咱爱会记哩，咱经过流泪谷的时阵，紧过，哦，对上帝生气，毋好伤久，哦，无因为上帝来跋倒的，即个人就有大大的福气啊。第二，稳定教业。咱用的一个应允，吼，保罗想来用来搬过这个交易。第二个秘诀就是主耶稣有应允伊，应允啥物？第9节、第10节，吼，伊即个经文咱大家拢都熟，为着安尼，我3摆求主，互迄个刺来离开我。伊甲我讲，上帝耶稣来甲我讲，有我的允，你就够业，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伫咱遮，咱看到。当上帝无应允咱的祈祷祈求的时阵，伊一定有一个应允要互咱。这个应允绝对有，是啥？伊的稳定永远教也咱用啦。伊无应允咱祈祷啊啦，蒙应允，毋过有一个应许，就是恩典永远够用。爱记住这句话。上帝无应允咱啊啦，我最爱这个诗人吼，这个诗人是加拿大的一个诗人吼，因为伊的关节炎，所以到尾呢，伊敢用伫这个嘛无法度写，一个正在安尼拍字吼，写出很多这个很有力量的诗。伊讲啊啦，上帝无应允咱啊，天顶永远是蓝色，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满径。上帝嘛无应允咱，永远无风台，永远是安那好天。永远快乐无痛苦，永远平安。毋过上帝有应允咱啦，靠着伊的稳定，咱生活有力，咱行路有光，咱做工会得到安息。所以这是足水的一个上帝的应允。荒漠甘泉嘛是一个真好的咧。伫1901年的时阵，考门夫妇吼，这个考门
考门夫，咱知影这个黄毛甘泉是考门夫人吼。考门夫妇伊是真熬做工的一个宣教师啊，这对宣教师吼，伊伫日本做足好的工。20几年的中间，伊建立百外间的教会，然后佮甲福音传到一个韩国吼，然后伊想要甲这个福音继续往这个中国大陆来发展的时阵，因就想讲我先去美国来募款来伫遐来准备。不过伫美国的时阵，这个考门先生就去医生甲诊断出心脏病。经过6年久的时间，上帝有甲伊医好无？无甲伊好。6年了后，这个考门先生就已经是叫上帝接转去。伫咧照顾这个先生的这段过程当中，考门夫人讲真艰苦，看袂到迄个望。上帝啊，你到底伫倒位？看到因先生为着这个心脏病来拖磨的时阵，伊的心伊讲真煎熬啦，真煎熬。几个好多的夜晚里面睡不着觉。不过对上帝充满着焦虑。有一遍因咧伫这个海边沙滩咧散步的时阵，两个翁某就想讲，上帝到底会记哩咱无？会记哩咱是遐尼认真为着伊来做工。所以当伊伫咧摇伊的时阵，即时吹来一阵风，搁一个二条来飞去因的骹的边。这二条摕起来看，伊讲啥？上帝伫这个台风眼中向他的孩子微笑。哇！这个考门夫人看到，目屎直流。原来上帝无甲咱放袂记哩啊！上帝一直伫咱伫咧艰苦的时阵，伫咱的身躯边啊。所以，伊得到真大的一个激励。伊讲：我一定爱甲我伫即个家，上帝对我讲话，上帝来安慰我，来看顾我家的心路历程来甲写起来。然后呢，伊就甲这编辑成册，就变做黄魔甘泉。黄魔甘泉真做军台人真济人伫即个痛苦的内底，伫患难的中间，伫摇曳的中间，足济来真做因的溃烂啦。所以咱看到。咱咧爬上即个信心的即个关山的时阵，咱有啥？有绝望，咱有死亡，咱有摇曳。但是呢，我讲上帝无甲咱想要爱赐予咱的时阵，伊甲家己赐予咱爱记这句话。咱祈祷的时阵，好像上帝都没有赐给我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都赐给我们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同在了。什么叫做把自己赐给我们？就是上帝的同在。保罗咧爬这关山的时阵，当伊来经历到伊人生的死亡的时阵、绝望的时阵、摇曳的时阵，耶稣基督甲伊三个弟弟，互伊用爬上这个关山。所以咱每一个人，咱看到保罗，咱来学习保罗用安尼来爬这个信心的山。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是受到上帝大大恩典的人，咱也同款能亲像保罗同款来爬上迄个山。当咱伫山顶的时阵，咱就能看到上帝予咱的产业是遐尼好，是遐尼水。最后，我要用这个这幅图来加做我今仔日的结束。这个图呢，就是一只老鹰哦，背着小小鹰哦。这个是《申命记》32章11节哦。这个经文这幅图，伫我有当时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艰难的时阵，伊会帮助我哦，常常帮助我。《申命记》伊安怎讲？我读华语好吼，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间。伊意思是啥？
伊的意思是讲，当上帝伊咧安那，伊咧甲咱搅动咱安舒的这个巢窝的时候，伫这个箱内底足安全的、足舒适的。毋过毋是安尼，有在咱的生命内底，咱爱安那离开迄个舒适的所在，迄个修，咱的信心才会成长啦，才会成长啦。所以呢，伫即幅图内底，咱已经看到，毋过咱来离开迄个想的时阵。啥物人要成做咱上大的倚靠？啥人要甲咱陪咧来陪即个天顶？上帝要甲咱三个天顶。咱即时我邀请大家，咱将咱的目睭来闭起我们的眼睛。我要用即幅图来成做咱的最后的祈祷。咱将即幅图来放伫咱的头壳的内底。印伫咱的心内底，这幅图是一只老鹰背着一只小鹰。亲爱的弟兄妹，当上帝来搅动咱安舒的巢窝的时候，咱有想看卖哦？伊有一个真好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咱天开信心的实果。伊要带领咱伫这个属灵自由、无束缚。即个天顶伫遐来自由飞，咱来放心，咱来将咱家己完全交托给上帝。咱袂因为咱离开咱的即个咱的想，咱就来歇死。因为上帝要成做咱上大的帮衬，伊会甲咱接起来，伊会陪咱伫咱伊的两个膝的中间。伊要带领咱，伊要来带领咱培养伊，要赐予咱每一个人，咱一生中上好的即个家人，的即个水个老年的所在，培养伊，咱每一个基督徒，咱一生中伊所要予咱的即个目的，互咱同齐。带着信心的眼光，亲像保罗共款，咱来爬上咱生命当中信心的这个山顶。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张牧师的分享。即马做伙来吟回应的信息605首。靠主稳定，奇妙快乐的保护，请起立。我
请坐。即马来奉献。做伙起立来吟奉献诗歌，我会听堂求助赞，请起立。请坐。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那即马毋管是伫实体敬拜，也是伫厝内底网络，愿上帝当照用阮的神的敬拜，会当伫疫情完全解除的时阵，拢会当互所有人有心内平安。第二点。关于实体礼拜哦，即马第一场免登记都会当直接来，毋过即马嘛是有80人的限制啊吼，所以第二场嘛是爱拜托大家伫拜二上班的时间敲电话互黄干事来登记。若是无法度来的人，袂要紧，我嘛是会当直接用网络会当参加每一个礼拜。第三。即摆有停车的问题吼，感谢进前有你甘想张罗的帮赞，阮大家足幸福，会当停车足方便。即摆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伊的停车场无法度对外口的人来开放吼。那办公室就想要会当甲大家烦恼会当解除吼。那即摆头前个就是爱讲爱登记。爱了解有偌济兄弟姊妹来礼拜时阵会开车，若是会当统计，这偌济车才会当后面的安排会当较顺时。请大家嘛是伫上班的时阵敲电话到办公室来，黄干事来登记，麻烦大家。第四点，来团契聚会吼，差不多足侪聚会拢会当恢复实体聚会，那。希望疫情会当搁较平安，互会当儿童的主日学，也是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也是新年的主日学，嘛会当恢复实体的礼拜。第五点，若是有参与今年大型互援会的奉献的，请黄干事领你的收据甲感谢状，感谢。集体消息咯，好消息咯哈！赵世光甲黄怡珍夫妇，因伫9月17有得到一个查甫囡仔，伊的名叫做赵恩熙，这嘛是赵胜雄执事甲夫妇的第4个孙子啊！恭喜赵爸跟赵妈哈，谢谢。告解的消息，今仔日下晡3点啊。大英教会有线上的直播你会当参加苏燕辉传道师伊的项目，甲就任的礼拜，请大家备办生会当参加。煞尾是大岛的事项，Delta 已经确定进来台湾的社区希望大家会当温馨的祈祷，为着疫苗。当祈祷大家平安，嘛是希望大家会当勤洗手、戴口罩，共同来守护台湾、守护全世界。嘛为着台湾会当得到搁较侪人的认同来祈祷。煞尾呢，有足侪长辈住伫安养中心的高龄者，嘛为着因的健康会当祈祷，嘛为着服侍者的长辈的医护人员，互伊满开来为因来祈祷。无事，敢有要补充？咱先多谢张牧师建议用哥林多后书来做伊讲道的主题。咱即时团队组咧，互咱做这读经默想。拜一到拜六下早是8点，你拢会收到，你若有来就会收到即个灵修默想的资料。
咱已经进行超3个月，大概过2礼拜，哥林多后书咱就会读了到9月25。如果你以前无读到，想要看，你会通去 YouTube 去看，咱甲所有影片，迄是影音的资料，有迄天读经的进度、默想的即个提供你会通为即个方向默想的一个文字稿，还佫有一个祈祷。即个到9月20结束。后回团队组有咧计划10月初以后，咱要开始去读马太福音，来知影耶稣的生平。即摆咧计划中，我也真感谢咱主日的老师非常尽心，即个主日小朋友嘛缀咱咧读，因今仔日拢总已经17礼拜咧读哥林多创世纪，因是读创世纪吼，所以希望咱大家会通去参加咱的灵修的资料。如果无就10月开始马太福音，咱通过迄来过来了解主耶稣基督。头先迄个小文老师已经有甲咱报停车场的问题。即马暂时咱煞袂当停伫大殿即个停车场，所以若要来礼拜，拜托咱再暂时先家己设法。总是借即个机会即个办公室想要知影讲，逐礼拜咱大概有几个人会开车来礼拜？因若需要停车，咱是毋是会通来帮咱，互咱停车毋免逐所在找？所以爱知影讲，大概咱教会会开车来礼拜偌侪人，所以希望你哋即前2礼拜敲电话甲办公室讲，我礼拜日我拢会开车来，咱知影有几台车，咱才过来设法这个问题吼。所以安尼甲大家拜托迄个风台天吼咱来实体礼拜请要登去的时阵较顺利，即马有风雨，敢若有比下早较大一些吼请真感谢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多谢。上营的诗歌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信心。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